我就問佢：你係咪 Ivana？佢話係啊 ，Hello 前輩。佢就問我第三句嘢：你冇朋友㗎？我話唔熟咯，我同啲哥哥姐姐都唔熟啊。咁我做你朋友啊。咁就咁樣開始咯。所以無論我哋兩個邊一個成家立室，或者邊一個身邊有伴侶都好咧，個伴侶嘅其中要接受一個 terms and condition 就係呢個人一定係我生命當中嘅 priority。你哋有冇話係希望喺個台上見到對方有啲乜嘢嘅嘢喺個舞台上面做嗰類嘅事情？跪低送花俾我。你叫你老公做啦嗰啲。個 point 係乜嘢？你淨係想去跪咋？我最想去跪啫。請大家以最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嘅和溝。我覺得他是音樂的魔術師。我很愛這個稱呼。他的音樂就是沒有章法的。音樂講到尾都係數學嚟嘅，其實係有 formula，唔係話計算唔好，但係如果你越複雜個結構複雜嘅歌，無論係歌詞定係嗰個旋律，自然就會即係 for 觀眾 for 聽眾要多啲 patience 先至可以吸收到你嘅作品咧。佢係一個全方位嘅藝術家嚟。紅愛之後，唱片公司用咗一個比較慣性嘅模式，因為佢哋要即係坦白講，佢哋嘅 target 係要賣碟，咁咪佢哋話喂，我哋等唔到你寫歌。無論婉芝接下來的合約的去向到哪裡，希望他能夠有一個更好的發展吧。我同婉芝咧，其實係兩種唔同類型嘅 artist。我啲歌咧，相對就比較商業味濃啲，但係婉芝咧，由佢一出道到而家，佢一路都堅持做自己相信嘅音樂。我而家咁大個咗咧，學識咗唔好用商業化呢個字，因為商業化呢個字咧，好似講到佢好 negative， 而係你好想你嘅作品都 reach 咗好多人，你都想佢係普及噶嘛。曾經有一年佢喺台上面唱 Blessing 嘅時候，我係用調覺得全港唱歌最好聽。其實我知道張敬軒唔中意我咁樣講嘅，但係我其實真係知道喺呢四場嘅演唱會裏邊，大部分都係張敬軒嘅歌迷，自己都知道啦。我由出道到而家都即係做音樂啦，但係歌迷唔係好多嘅。如果唔係有張敬軒呢，其實我都冇呢個機會可以喺咁多嘅觀眾面前去分享自己嘅音樂。張敬軒，多謝你啊！我都多謝你。我都未試過企喺個台下喊咁多，張敬軒多謝我想喺呢度要多謝幫我點燈嘅幾個人，首先係黃婉芝，多謝你200。感謝天父賜俾我哋呢位光芒，唔係喺頭上嘅皇冠，而係由心裏邊發出嚟，照亮好多人嘅我發覺個世界咁亂，你哋唔好行得咁前啦，唔好淨係靠科技啦，你哋要問翻你個心，你哋同自己溝通多啲，唔好習慣用咗啲硬件去填滿晒你嘅人生。俾翻一次機會自己去肯定自己，因為前幾年冇寫歌，成日都覺得自己冇用，即係成日都覺得自己好似已經冇咗做音樂嗰個冇咗個熱誠啊，冇咗個，甚至乎覺得自己係一個冇天分嘅人。佢記錄咗我過去嗰20年，咁我20年冇理由冇你啊嘛。係咯。